元帽。状元帽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誉，表示自己的努力已经受到了肯定。在各位状元们的心灵之中，如木然，已将最高贵的精神脊梁潜伏在内心。我们掌声鼓励，谢谢台上的师生代表来完成我们的谢师礼。来，我们请摄影师为他们留下珍贵的照片。是的，这一切都要感谢天地，感谢爸爸妈妈们，还有老师用心的指导，家家户户来读经。大大小小成精英。好，谢谢，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读经班的代表，也感谢每个老师无悔无怨的付出，让圣贤书能够带领我们立大事、办大事、造福人群，走出光明和智慧的人生路。幼苗读经现在起，齐国齐家安定，国乃兴。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师生代表。我们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的嘉宾，那我们台南市的副市长严副市长也来到了现场，来给我们加冕鼓励。那我们严副市长。